選擇服務，然後揀選交通事務局。選擇新車註冊，車輛的註冊，首次申請，按進入。輸入車輛註冊資料。確認車輛註冊資料無誤。如需更改車輛註冊號碼的使用方式，可按此提交申請。預約驗車，選擇待完成車輛註冊，查找相關申請，按預約或修改驗車，輸入本澳流動電話號碼及收取驗證碼。選擇驗車日期、時段。